覺得係中文科幻嗰種文學性同埋嗰種價值。咁我就翻去好遠嘅時候，即係細路仔嘅時候，我諗其實大家都應該聽過《山海經》啊，或者《述異記》啊，好多呢啲。我最有印象就係有13個字，就講個王質就其實喺東漢時候有嘅，但係一路到明朝幾百年又有一段咁樣寫落去。嗰記事嘅方法唔係好一致，即係嗰啲用詞。但係咧，佢後半段咧，大概20個字咧，就將一段好精彩嘅科幻寫晒出嚟。我有13個字係好易嘅。佢話質起事，即係個王質企起身，苦柯爛盡。哇！佢睇下佢自己個斧頭個柄啊，已經爛晒啦，粉啊變咗寄歸。咁跟住佢走啦，無復是人，即係落到去翻去揾唔翻佢當時嘅人咧，一個佢都唔認識。13個字就第一句就係何不歸啊！童子問佢：喂，你喺度睇捉棋睇咁耐，你仲唔走咁樣？咁佢就起身睇下，話個斧頭都爛咗。咁你諗下13字裏面已經幾多科幻個元素啊，同埋嗰種橋段好精彩嘅。咁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即係中華文化嘅已經好深，無論係喺個技巧度，而係喺個意念上邊都已經係好先進咁另外。